生日啊，记得明天他过生日。然后这个是小扎西，东真的男朋友，老公嘛。有没有用嘛？有没有用？它一直转吗？没有转。一个把可能关掉，就直接一般当普通的用。跳舞好像不行。哎，人太多了，它遭追随。这样放着完了。扎西下一个是谁？扎西下面张小璐啊？啊？没有，这上面的问那个。那就这样。他们问谁？我装没事，我只要每天播个点就行。这个女衣服是去了，这个是老大大姐，她大姐是查拉错，这个不知道，这个是巴西，这个是李唐卓玛，这个是兰博啊，这个都是老朋友的，但是每个当名字都认识。路人甲、路人丁、甲乙丙丁都有。这个是用针，这个一组人还没跳的，只能跳。这个灯呢？这个灯有点亮。灯的照明点。